看到向慧玲哈，其实我有觉得你有些蜕变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变成熟了。成熟也有，你知道有一种蜕变的是说，有一点这个。小女人的时候想要变成熟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就还是会有那个表情上面的一个差异。对，我很想要成熟，可是我没有办法做到这个表演功上面刚刚好跟这个合啊。以前在那拍 MV 吧，就刚刚拍贵了秀有没有？也很忙啊。那就你每次好像歌一来的时候，然后镜头一来，你就马上要做出那种，你就没有思考，也没有酝酿哈。对。但是我干嘛去盖哈？向慧玲这个 MV 里面哈，有很多是有酝酿的情绪哈。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经验是要累积一年一年累积，然后一次一次的累积。那我觉得就像刚 Bingo 哥说的，变成也不是一种专业，但是你就会觉得歌曲一来，然后镜头一开机，你就是整个情绪要到位。包括我在拍这一首《维尼维巴塞》的 MV 的时候，导演只是大概跟我说，你等一下第一段就是轻描淡写，那个表情就是轻轻带过对嘴，但是到第二段的时候，你的情绪就要加浓，甚至呢，你的眼眶可以有一点泛红。对，导演只是这样，就是稍微交代我一下，但是真正那个歌曲一放下去，然后音乐一来的时候，整个你就是把自己幻想成里面的主角，然后到第二段的时候，不用导演一个口令，我就直接眼泪掉下来。哎呀，也没有眼泪在眼眶打转，完全没有，就是掉下来了，直接掉下眼泪。对，然后一拍完的时候，导演说：“那你可以去当演员。”10秒掉泪耶！真的，阿多克 Q 鬼，你会把赛对吧？对，这个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抢镜头啊，或者是说，我们需要思考哈，还在提供培养哈，有没有那个情绪啊？弄不干单。但是呢，我觉得刚刚向慧玲讲到一个我们生命有一些累积，如果没有以前的这些累积训练的时候呢，可能呢光怕镜头，我们在被蛋准备冲上，去被坑得位都想着这样哈，对，就没有办法这样子有一点这样子可以马上进入的状况。其实每次在回顾以前的专辑，从第一张开始，尤其第一张我觉得印象最深刻，因为真多出的，然后年纪又轻，很青涩啊，你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拍 MTV 啊，什么叫做对嘴，什么叫做做表情都不懂，然后你就觉得那时候镜头里面自己看起来呆呆的，对，但是你又会很怀念那种感觉，又会很想找回那种当初第一次拍 MV 啊，第一次跟男主角对戏那种感觉，因为现在做不到了嘛，你知道，就是想要做到那样的表情，奇怪，那样表情是青涩，可是现在想要装青涩，是不是？就是会很怀念那时候很多做第一次的事情的感觉。对，因为我认识向慧玲的时候啊，我们俩在想这部还是讲上一些通告，很多的主持人都会说：“向慧你身材好好啊，因为够高。”那第一挂就来对你升管了，对吧？女生啊，哈，对 ，OK， 他个来的是这个身材比例很好嘛，哈，那应该有很多人会找你去做戏剧的演出啊，戏剧啊。怎么会后来没有这个经济没有在这一块去安排？对啊，后来之前都有，好像我也有听说，就是在跟公司接触，然后找我去演戏，可是后来好像都没有下文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在演戏这一块，我觉得还是要在自己多加磨练吧，莫惊啦，有机会。虽然我可以10秒掉泪，但是我跟你讲哈，真的，我比较欣赏的有一些艺人，就是说他舞台上跟台下不太一样。就是说，怎么讲，就是他可能可以很专注在舞台上的表演，或者可以放得开，或者在舞台上面去做一个挥洒。我舞台包括戏剧了哈，对，都是弄表演的地方了哈。但是在私底下的时候，他可以有另外一种不同的，就是可以做真正的自己。这样子我觉得才可以比较有表演的空间嘛。那你老公啊，喜东西咖喱赶快呢哈，那就真的是在演自己，那就我觉得还好，没有什么。那你刚刚在讲 MV， 我就马上有这画面，真的啊。可是我觉得我是台上台下都在做真正的自己，是啊。所以台上这一部分，我觉得自己还要再加强。那你的意思是说，这个维尼维马赛是维尼老的吗？
其实那时候我会就是这么快就进入那个情绪，就是在拍之前呢，我有看过导演，因为这次公司呢除了拍 MV 之外，这首歌还有拍了一个微电影哦。然后我看到了导演写的那个脚本，其实在文字的当中没有看到演员他们在对戏，我只看到那个文字那个脚本，我就是被感动了。对，他就是写一对老夫妇嘛，然后他们其实中间经过了风风雨雨，大概50年的时间。那他们现在过着是那种很就是家人一样的生活嘛。他说：“老的吃饭啊，老的底下在看电视，然后搁底下度姑说啊，那叫紧啊，两边要搁吃中岛啊。”其实是很平常的对话，可是这时候镜头又会带到他们就是年轻的时候刚交往的那一段时光，就是下雨的时候我用书包帮你遮雨啊，然后就是很多很多情节，然后镜头又回到现在他们这个现况，这个时间点，对，然后好像最后镜头是带到说，老的吃饭啊，结果这个老的都没有反应，也没有出声音，那就是阿嬷就觉得奇怪，怎么都没有反应，然后走过去一看，就是阿公没有醒了，就是再也没有醒了，就走了，对，所以其实这个叫做伴了之前是爱嘛人生走到最后就是一个伴，对不对？对。哎呀，我觉得你刚刚在讲这个，让我会感动到，就是说这个歌曲其实有一种魔力。那魔力完毕以后呢，导演就是可以再去创造他的那个生命力，对，有没有？张力，说得好。好，那我们还是可以有没有轻松一点的歌？这一次啊，其实这一次10首歌呢，都是独唱的，然后都是比较抒情的哈。对，但是抒情当中又有不一样的那个情绪。那我可不可以选？我可不可以挑？好啊。口红，好吧。对，这一首算是这10首抒情当中，现代版的，对不对？现代一点的，我喜欢现代一点的这个向慧玲哈。其实很多朋友看到她的时候，就是因为在舞台上就是一种打歌服啦、装扮嘛。其实她私底下是很自然的女生。来听一下这首歌哈。好，这是那个也是我们创作才子江志峰，对，江老师的歌曲，来听听看向慧玲的新歌《口红》。看到你送我的口红，叮咛刻满你爱我的字。亲爱的，你是我的宝贝，如今搁有啥意义？你讲你会爱我，只听我，只看我心内只有我。我头了后做你去，我的心也跟你去。为你装水水，为你抹胭脂，为你擦你最爱的小水。忘袂了，是爱你的记忆，春夏秋冬拢有你。为你装水水，为你抹胭脂，为你擦你最爱的小水。爱若是一寸苦的滋味，就将伊藏在心内边。
口水，其实是查某人的目屎。向慧玲，月娘的目屎。问你敢会知，雨水的由来，伊是月娘的目屎。只有真爱才知伊藏在思念上深的所在。加入新东家向慧玲最新台语专辑《月娘的目屎》。豪记唱片，好记哦。